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搁唱一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随时无敬拜团，咱嘛会使来学罗咱的主。阿妹嘛，咱的主伊互咱应允，咱三个来读上帝话，请。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喜爱。我乱无上主的名，到要分去。我的心神永活的上帝，欢喜唱歌。上主万军的统帅，我的主，我的上帝啊。切照伫你的这段边做受，连影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拿主的受。咱来到上帝面前，咱来学了咱的主，伊是万军的王，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过去、现在、甲将来，伊知咱，所以咱过去、咱得罪主的，伊拢知。伊是信实的，咱到主的面前来认咱的罪，伊就赦免咱。咱开嘴来学了来认咱的罪。1、2、3，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学了你。主啊，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学了，是何等的有福气。主啊，是你伫阮的中间，阮内心，主啊，互你来吸引。主啊，阮来渴慕你。主啊，阮伫遮，阮就是要一遍搁一遍讲来啊来啊！主，阮要来敬拜学了你，因为主啊，你是大权能的主，你是拯救阮的主。主啊，你是这位伫阮患难中，主啊，你真做阮及时帮助的主。主啊，阮感谢你，你嘛是搁互阮搁一遍机会的主，你会光照阮。主啊，阮真正是真济时阵，阮自私，阮自利，特别阮家己少。真最大，阮无顾别人，主啊，阮无看别人最大，主啊，阮无顾别人的需要，主啊，恳求你赦免阮，互阮重生。伫一礼拜开始，阮嘛重生，阮家己更新阮的性命，阮感谢学了你。主，阮感谢你伫阮的性命中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互阮你的启示。主啊，阮若活地时阵，阮就知主你教阮伫地。或者阮有时阵，阮真正艰苦心，阮睿智。有当时阮真骄傲，有当时阮真自私。主啊，有当时阮有真正做毋对的这个决定甲行为。主，阮感谢你，你有赦罪之恩，互人知你是主。阮感谢你，互定心搁一遍的机会，就亲像一礼拜定心的开始。主，阮定心，阮对焦校正伫主你的面前，阮愿主耶稣基督的心最心。阮会当行头前的路，阮感谢你应允要引带阮，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的主真第一咱所第一的伊嘛第一，所以兄弟姊妹，无须知咱中间真侪人有辛苦病痛，嘛知咱即马所拄着的真正是伫即个大环境中，咱实在是挡袂牢。是啊。咱若无主，咱哪会挡会牢？咱早就昏昏死死去啊！总是咱的主，伫咱有救无救的时阵，伊拢定义听咱到底，嘛帮咱咱哦。对倒伊会知影，对今仔日121篇啊，短121篇内面，敢若几节了，8节内面有6遍甲伊讲，甲咱讲，伊要照顾咱，伊要保护咱哦。咱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请以色列的保护者无ตื่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身边做阴影的保护你，日时日头袂伤你，暝时月也袂害你。上主会保护你，脱离逐项灾难，伊会保护你的性命。咱要来甲上帝面前，因为伊爱咱来
来甲伊的面前来求讨，因为伊爱耳听你的身心灵健康的婚姻的感情，甲你的产业、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人际的关系，咱的主都决定了。但咱就来到伊的面前。咱若是有需要，请你会当伫遮，你会当起立。若是你伫咧线上的咱的会友、咱的好朋友，你嘛会当起立。咱的主特别为你来祈祷，好无？请你若有需要，请你起立。咱的牧长会当到你的面前为你来祈祷。咱三甲来到上帝面前，伊来求讨，伊来听。1、2、3，请需要的请你会当起立。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罗你。主啊，你是阮的主。主啊，你要正做阮的快乐帮助。主，你要来医治阮。主啊，你是阮的拯救者。主，阮感谢你。主啊，你知阮的心真苦啦。主啊，阮的心啦。主啊，阮的心啦，主，有时阮真正毋知要安怎讲袂出嘴。主啊，总是你知阮。主，阮感谢你。主啊，你伫阮的心内。主啊，互阮会当安然自在。主，阮感谢你。主，你为阮备办一切的稳定是够也稳用的。主，阮感谢你，你日日保护看顾，这是你对阮的应允。主，你嘛应验你所讲的。主，阮感谢你，你是通活靠的。主，阮感谢你，你保护保守阮，你医治。主啊，你引带，你支持我们。主啊，你来正做阮的出路。你知阮即马打已经无路啊。主，你就要来带领阮头前的路。主，你是通我靠的，因为主，阮我靠你的人是有幸福的。主，你是阮幸福的源头。阮感谢阿罗，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起来，咱要为着主你来守望来祈祷哦。这是上帝予咱的应允，咱三个来读。请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赐福，予你所设立的王，伫你的顶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毋愿定伫邪恶的人的厝内，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咱恩惠甲光荣，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咱就是有福气的人，因为咱有主通信靠啊。咱要来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咱的灵命甲主有真好的关系无？哈咱嘛要为着台南圣学院今仔日台南圣学院的老牧师要甲咱分享，咱要为因来代祷因的经费的需要，因当工中间有主来带领哈。嘛为着中昼咱儿童牧区的阿加培灵修小组。夏令营的筹备会、总务部的部会，甲拜六咱有一个这个核心当工的造就会来祈祷。特别咱要为着青年牧区昨已经开始伫咱的新的所在，33号暗时伫遐咧开始聚会哦毋是干那新的所在尔，因为性命要被更新因要互上帝来造就要正做一个长大人咱要为着青年牧区来祈祷，因有会当每一位拢会当有一个服侍，有一个礼拜，有一个小组来建造未来的教会哦。请咱来起立，咱要来为着拄则讲的，特别为着咱家己的心。要来敬拜主咱为着咱的心为着讲道的老牧师来祈祷哦。来，1、2、3，请咱开始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圣灵的主。主啊，阮专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知，主啊，阮微微小看，总是主你的恩典。主啊，你予阮成做你的家人，予阮无惊吓，会当来甲主你的圣殿。主啊，阮伫你的实力家顶。主啊，你为阮留出宝血，予阮会当伫遐遮来敬。
拜俄勒，阮会当自由来敬拜俄勒你。当阮来敬拜俄勒你的时阵，主啊，阮就知阮甲你来连结。主，阮感谢你，你是教会的头。主，阮互相成做肢体，阮会彼此来联谊。主啊，阮就要来荣耀你，主恳求你来带领。主，阮感谢你，你是阮服侍的主，你是阮主力的主，主你是阮性命的主，阮将阮献予你，因为主你为阮死，阮为你来活。阮要用主祷文，阮要安尼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的荣光，用俄罗的话显明伊的荣光。兄姊妹，咱要来俄罗上帝的名，阿妹吗？阿妹，大山小山拢要来唱歌，欢喜俄罗称赞咱的上帝，咱做伙拍手来敬拜。大山小山，欢喜唱歌，俄罗创作伫地也高歌。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也高歌。大山小山，欢喜唱歌，俄罗创作伫地也高歌。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着用感谢你的梦，着用俄罗你的音，万国万民感谢来应是，全地俄罗音。大山小山，欢喜唱歌，俄罗创作伫地也高歌。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你是敬拜上帝的人，阿妹吗？咱是宣扬主福音的人，咱要搁一摆用咱的心来欢喜唱歌，俄罗上帝大山小山。大山小山，欢喜唱歌，俄罗创作伫地也高歌。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大山小山，欢喜唱歌，俄罗创作伫地也高歌。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着用感谢你的梦，着用俄罗你的意，万国万民感谢来应是，全地俄罗音。大山小山，欢喜唱歌，俄罗创作伫地也高歌。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请兄弟来唱大山小山。哦，很好，男士的声音很大声，搁较欢喜一寡。咱要做伙来敬拜咱的主。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咱请姊妹来唱大山小山，欢喜唱歌，俄罗创作伫地也高歌。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做伙来，着用感谢你的梦，着用俄罗你的意，万国万民感谢来应是，全地俄罗音。大山小山，欢喜唱歌，俄罗创作伫地也高歌。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耶和华。
咱拍婆啊，将恶老眼光归乎咱的耶和华，因为伊对你对面拢管顾阮，对你出来的所在，咱要搁一摆用欢喜的心做伙来敬拜。继续手招我，谢谢。对你出来的所在，对你出来的所在，你甲你落山的起边，主生命应该学拢。对你出来的所在，你甲你落山的起边，主生命应该学拢。学拢主名，主的家己拢着学拢。学拢主的生命。学了主生命对一生，直到永远。学了主的生命对你出来的所在，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你落山的起边，主生命应该学拢。对你出来的所在，对你出来的所在，你到你落山的起边，主生命应该学拢。学拢主名，主的家己拢着学拢。学拢主的生命。学了主生命对一生，直到永远。学了主的生命，学了主名，学了主名，主的家己拢着学拢。学了主的生命。学了主生命对一生，直到永远。学了主的生命，学了主生命，学了主生命对一生，直到永远。主，我们学了你的名，对这时直到永远，咱拍婆啊，将眼光学了归乎上帝。大家请坐。耶稣是咱的主，咱要虔诚敬拜伊，因为伊的名何等尊贵，何等甘甜。耶稣，你名何等尊贵。耶稣，你名何等甘甜。耶稣，荣耀的君王，你是我主。耶稣，你做我的拯救。耶稣，你做我的安慰。耶稣，万王的王，你是我主。我要虔诚敬拜你，我要专心服侍你，我要献上卑微的家己，做你甲伊的器具。我要虔诚敬拜你，我要专心服侍你，我要献
主，耶稣，你名高顶尊贵，耶稣，你名高顶甘甜，耶稣荣耀的君王，你是我主，耶稣，你做我的拯救，耶稣，你做我的安慰，耶稣万王的王，你是我主。咱做伙举手来宣告，我要虔诚敬拜你，我要专心靠随你，我要恳求卑微的家己，做你较伊的旗鼓。主，我要虔诚敬拜你，我要专心靠随你，我要恳求卑微的家己，因为你是我主。咱搁来宣告，我要虔诚敬拜你，我要专心靠随你，我要恳求卑微的家己，做你较伊的旗鼓。天父阿爸，阮感谢你，主啊，你是阮的救主，主啊，你是阮性命的主，主啊，你是阮的君王，主啊，你是阮及时的帮赞，主啊，你是听阮祈祷的主，主，你是扶持阮的主，主，你是日头，你是盾牌，主啊，你是赏赐恩惠甲阴光予阮的主，主，阮感谢阿罗你，主打阮住进伫你的圣殿，主啊，阮是甚物人？你竟然听阮到安尼？主啊，你这么伟大，大自然这么伟大，总是阮竟然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你愿意谦卑，你愿意伫阮的内心这么细的所在，你教阮伫地。主啊，你是何等会听阮？阮感谢你，你应允阮。当阮来到伫你的圣殿，阮将阮家己献上，阮专心来敬拜阿罗你。诚侪芳的祭要献予你，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20首，圣诗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请起立吟全首。圣父上帝踮天顶，管理宇宙出灵灵，因为历史上改变，
同心来祈祷。至高的主上帝，你统合万国，你荣光遍满全地，你的名是值得学乐甲尊重。阮要来敬拜称赞你。你的国权能荣光，只是要充满伫你的圣殿。伫阮唱歌学乐时，也是伫阮安静祈祷时，阮拢要看见你的荣光，你的快乐对天降落伫阮中间。主啊，你的同在即时就要充满伫遮。主啊，你的稳定即时就要临到伫遮。当阮用谦卑较无的心敬拜你的时，就要伫遮甲你相拄。主啊，阮恳求你，互阮有换新的快乐，互阮好胆就近上帝稳定的宝座，将阮的软弱、罪过摆列伫你面前，求你来撤销，互阮领受你的怜悯甲稳定，做阮需要的时的帮助。阮知你的疼要赢过阮拢总的罪，阮知你也无因为阮的软弱过失减疼阮一分，因为无论阮做好也是做歹，你拢决意要疼阮，你拢共款疼阮，因为你的疼是永远袂改变。主啊，阮知你来是要做阮的主，要来治理阮的性命。你无爱阮倚靠家己的快乐，爱阮独倚靠你，因为你要做阮代代的帮助，要做阮逃闪的所在，也要做阮永远的仰望。你对阮有最好、最完全的安排，无一人比你搁较了解阮的需要。阮只有独倚靠你，才通得到安稳自在。一时将阮的灵、阮的心思意念，拢交伫你的手中，互主掌权做王，带领阮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调整阮的所行，毋但互家己得到利益，也互别人对阮得到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文23篇，启用文23篇，也是诗篇96篇。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这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这是要请第4区来献诗，
因所要献的诗歌是：我需要有你伫我生命中。请咱做伙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8节。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8节，各版本咱看荧幕吼。第1节，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骹摇掣，保守你的的确无拄眠。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眠，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即时咱要请
台南新学院的老立仁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上主是咱的保护者”，上主是咱的保护者。咱所敬听，咱嘉南教会中一同工，以及咱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会当伫南神的请安主日来到咱嘉南教会，咱的兄弟姊妹来请安。来圣也代表学院，来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来说多谢，感谢咱一直以来对伫神学教育的大导关心甲支持。当然嘛，代表我个人来教会献上感谢，因为我伫昨我就伫台南起来到伫桃园的所在，也得到咱教会真好的款待所以我代表我家己嘛咱的教会来说多谢。今日特别也要用诗篇的121篇这段的经节来甲咱大家做伙来分享，也来反省咱家己的信仰。伫分享的大声，也请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来到你的面前，搁一摆来向你献上阮的感谢。主感谢你，因为你伫过去的日子，你保守看顾阮正兄弟姊妹。虽望伫疫情的中间，你也亲自成做阮性命的保护者。我要恳求你的圣神，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愿你亲自透过你的话语，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话。愿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伫咱今日所看的诗篇的121篇，头前有一个小小的标题，叫做“旧家的诗”。现代台语的翻译叫做“八家就耶路撒冷的诗”。伫诗篇的中间，旧家的诗总共有15篇，对伫120篇到伫134篇。然后，伊的作者被分做是3类。第一类作者大部分是大卫所写的诗，第二类是大卫的囝所罗门所写的。然后有的诗唔知影是作者是甚物人，就被收纳做归纳做是第3类。然后对伫旧家的诗，有主要的讲法，就是这朝圣者因每一年要上耶路撒冷守节的时阵，因伫路上哪行哪唱的诗歌。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因一年必须要伫3大的节期中间上圣殿，到伫圣殿去朝见上主。这3摆，他根据伫旧约内底所记载的3大节期，就是度假节、七七节甲大寮节。第一个度假节，也就是咱所识的搬过节。搬过节是啥物款的日子？是咧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脱离这个苦难，也是讲性命受剥削的日子。第二个是七七节，七七节其实到伫新约就是所有的五旬节。七七节主要伊所纪念的是上帝赏赐丰盛的五谷，来佑持因的活命一个重要的庆祝的节日。最后一个节日大寮节，大寮节是咧纪念犹太人因的祖先过去伫旷野漂流40冬久，然后上帝平安带领因进入到伫迦南地，会当安稳徛起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的日子。所以无论因住伫什么所在，一年有3摆，因就必须要离开因所住所徛起的所在，前往到伫耶路撒冷，到伫圣殿来朝圣。然后，当这朝圣者因对逐所在往耶路撒冷的时阵，有时当因伫路上相拄诚做一群人的时阵，因就一路行，一路哪唱这15条旧家的诗。这人通伫诗篇的122篇的第4节，伊遮就真清楚来写出着旧家的诗的意涵。伊讲，这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照着以色列定着的例，上去遐要学了耶和华的名。诗篇的本身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当咱咧看圣经，
咱会知影，圣经内面大部分的内容是上帝启示人所写的。总是诗篇，伊是透过过去的诗人对伫上帝的祈祷，对伫上帝的学乐，然后加做今仔日上帝对咱人的启示。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对倒落来。咱通去想象的是，遮的朝圣者、旅行者，因要上圣殿的时阵，必须要经过侪的挑战，有可能包括即个野兽的攻击，也是讲食物的挂伤，也是擦伤。毋知影伫咱中间，敢有意爱爬山的兄弟姊妹？当咱去爬山的时阵，咱需要准备什么款的装备？高跟鞋？毋是，拐杖。拐杖可能登山杖。登山杖甲拐杖的功能，甲先佫无啥共款。登山杖就是讲，其实我进前咧爬山发现讲毋管是年长还是少年的登山杖其实是咧辅助你咧往前真重要，会当辅助你继续往前的一个工具啦佫有啥物？水对，一定爱炸水嘛咱毋管是去到啥物所在你只要有水，有当时可能无食物。若是会当维持咱身体所需要的某一个部分的运作。拄仔不小心甲答案讲出来，佫有啥物？干粮爱早食米嘛，佫有啥物？登山鞋，佫有无？愉快的心，像咱来教会做礼拜共款，愉快的心，佫有无？你会知影？你要去对，你会知影方向，所以有个人会炸即个指南针，你也知影你的方向嘛，对无？袂歹这可能真正有咧爬山的这紧急求生作战。有当时咱收瓦克手机即个导航结果导航毋知要甲恁带去对看到悬崖你嘛甲搭落安尼啦，所以方向要去对足重要。佫有无？差不多啊。也是大家拢无啥咧爬山呢，毋知影。我一届我甲我朋友去，我伫高雄去爬即个茶山，茶山就是寿山啦其实迄无介长，大概爬去差不多40分钟左右尔。我看着讲有人排一桶水要去哩呢，排一桶20公升的水。伊边仔有一人排加速的，排加速桶排一个迄种加速桶，敢知影要创泡茶大家有诶有经验，我知影迄是要去泡茶有啦所以迄炸水的加速桶的迄种较重啦炸地叶的伊地叶较贵啦所以炸地叶的较轻巧啦所以伊要爬起较简单但是迄排水的我足佩服的所以爬山有当时你会看你最后的目的是啥物嘛咱若是有诶是讲去你要甲人交陪你去爬山我一届我甲带青少年去即个关仔岭关仔岭遐其实遐嘛有爬山迄叫大洞山啦大洞山啦所以伊遐有大洞小洞阮迄当时戆戆呢迄会友的厝伫山骹啦我就想讲无咱透早排一下半点钟互青年来运动一下半点钟是要爬大洞山还是小洞山？小洞山啦大家拢足巧的嘛所以我来讲咱大家来运动一下小洞山嘛所以有诶青年就是敢若穿迄个凉鞋啦穿底裤啥物物件拢也无知，因为半点钟尔嘛阮就安尼一直行呢，我一直行想他会讲未到半点钟已经过去呢但是正做一个目标，我甲因鼓励，头前得要到得要到1点钟无输太可未到我嘛第一届爬，我嘛毋知呢我迄天好佳哉，我阁有穿跑步鞋有诶青年阁穿线拖伊讲无输我得要记载袂掉，我讲你一定爬到要差不多到差不多要到尾我迄转3点钟小洞山爱3点钟啦尾问厝主较早讲原来大洞山是6点钟的啦，小洞山是一半，所以是3点钟来回安尼啦。阮爬去真正啥物拢无炸，连水都无炸，
出去半点钟，你会炸水吗？无一定啦吼。啊，阮真正拢无炸。去你到山顶吼，人看阮可怜，搁摕包仔互阮食，摕肉包互阮食。我甲因讲吼，以后吼，咱若要爬山的时阵吼，可能爱先查一下讲吼，这路途有偌远啊。讲戆戆要爬山，嘛毋知影讲爱炸物件。啊，讲到爬茶山，你敢知影茶山有一种足有名的动物？猴。哦，你谁知影猴吼？为虾米？猴，伊讲猴会甲人攻击，敢有听过？有吼。啊，事实上吼，你若详细去探讨，其实伊毋是要攻击人啦，伊是要啥？伊要抢你的食物啦，吼，伊要抢物件食，伊毋是要抢你的钱啦，伊要抢你的食的。等到吼，啊，你若行毋知路的，第一届去爬茶山吼，你炸物件去吼，啊，迄物件佮放在塑胶袋内面，你行路的时候，伊就听到啥物食物来啊，食的物件来啊，吼，所以伊就会挖滚你。总是如果你甲食的物件放咧，啊，你做你行吼，伊就会去看迄个食的。事实上，伊毋是要甲你攻击啦吼。所以咱就知影讲，咱要爬山的时阵吼，其实有当时真正，咱讲人做软弱啦。我毋知影咱有当过这种经验无？讲咱去爬山，还是讲去荒郊野外吼，迄有当时手吼，去互迄草啊，迄有个草啊会刮着吼。啊！你一顺伫遐，你会感觉讲，甲先规个旅程拢足无爽快安尼。啊，无，但是有当时啊，咱讲即个鬼针草的台语是怎讲？赤查某，安尼袂使，赤查甫嘛会使啦。啊，就是你的骹安尼吼，啊，你会感觉足无爽快吼。人真正足软弱，所以咱看诗人伊咧写第一节，伊讲伊上圣殿的路途顶面吼，伊讲夜北黄山。夜晚黄山，我毋知咱有想过这是啥物款？伊要表达啥物款的诗的即个意境吼？当一个人，伊是啥物状况的下面，伊会徛伫一个所在，然后看远的山去。我想伊要表达的是一种对伫乡恶大自然的环境，有一种人的无助、有限甲迄个无奈啦。总是咱会当看见着。诗人虽然伊对伫即个环境有即种无助甲无奈，但是伊伫第二节写出着伊信仰上的回应。伊讲啥？伊讲我的帮助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讲耶和华是创造这万物的上帝，所以万物拢上伫上帝的管理下面，自然上帝就会帮助我来经过这凶恶的环境。这若是一种信仰上的告别，我想嘛展现出诗人伊对上帝的信心。第三节，诗人继续讲，伊无要互你的骹摇掣，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咱直接看到诗人伊改变讲话的对象。第一节、第二节讲啥？谁袂记住？我要夜北黄山，我的帮助对大落来。我的帮助对耶和华来，我，这英文是第几人称？第一人称。但是到底遮伊讲啥？伊无要互你的骹摇掣，伊改变讲话的对象，这是第三人称的伊，甲第二人称的你。对遮咱通看到，一开始原本是一种家己咧甲家己讲话的这状态，到伫即马，伊转变讲话的对象，咱就会当。嘛会当想象着讲，这有可能是啥？有可能是这旅行者对伫伊的同伴的一种的宣告嘛？伊甲边仔的人讲话嘛？你咧甲家己讲话时，你敢会讲伊甲你袂啊？当时边仔有人的时阵，伊有一种甲旅行者彼此之间的宣告，亲像咱拄则伫读课用的时阵，咱的师傅带着咱的课用，有课有用，对伫一种信仰上的回应，所以。咱会当看到讲，这种旅行者做伙结伴，然后行伫这个道路的顶面，这种互相的呼应。伫遮咱会当问一个真趣味的问题：这为什么写讲骹会摇掣？还是讲咱会当问：你咧休困，你咧困的时阵，骹会摇是啥物意思？咱通理解，可能伫旷野还是荒郊野外。你暗时啊咧休困，你的骹摇有当时是别人咧摇你的骹，拍你的骹嘛吼，这是创啊，有可能有要甲你
要甲你叫醒的时阵吼，爱搭你的骹。如果困伫即个帐棚内面，你要甲一个人叫醒，我想较适当的方式，就是安怎轻轻啊搭伊的骹嘛，你搭伊的肩胛头，伊会惊着嘛吼。因为通常你困伫帐棚内底，迄光线嘛拢无介好嘛，哦，所以你若要甲叫醒的时阵，通常你爱轻轻啊搭伊的骹，安尼可能对方较袂惊着啦吼。嘛有可能较歹的状况是安怎？蠓仔咧甲你定，你骹嘛是会动一个吧？哦，蠓仔若咧甲你定，足侪蠓仔的时阵，对无？风狗野蛙嘛有嘛，佫有碰过啥？有人讲，你毋知有人露营碰过有蛇的无？有无？有哦。吼，啥物拢有碰着啊！哦，蛇若要甲你，若看到蛇，你嘛会闪吼，还是讲真正有即个小动物咧甲你咬的时阵，你骹嘛是会摇会动的吼。所以，我想咱伫即种风狗野蛙咧休困的时阵，拢会拄着真侪不共款的状况。毋过，如果咱对照着诗人拄着即种呼应的写作的方式，咱可能会当推测讲吼，诗人因遮的人会伫暗时有即种轮流守卫、守护彼此安全的一种制度，就是讲会去牺牲一小块的人的休困的时间，然后大部分的人会当好好啊休困。即咱有即种的制度，咱嘛会当伫对看到。咱的军中的部队嘛有即种守卫的制度吼。我家己伫咧军队服务的经验内面吼，一般的部队伫暗时拢有徛即个马哨嘛吼，徛马哨士兵就徛哨，军官去查哨。哦，查哨咱毋知佫会记住无吼？看到你若咧徛哨，看到有人行过来，你爱讲啥？口令，站住！口令谁？对无吼？口令吼，你来讲。流利人做什么？上厕所哦，创哦，伊就有逐工会无共款，迄毋是逐工拢念共款的吼，逐工拢会无共款。迄有当时你徛哨，迄军法咧判吼，迄有轻有重呢。迄你若徛哨咧拄久吼，去互查着，讲要甲你关嘛是会使的呢吼。你敢知影徛哨吼上忝的是几点到几点的哨？徛过哨的。2点到4点上2点到4点上忝。为什么？咱哨通常拢对10点开始嘛吼，2点钟就一班哨，然后迄种佫有单数哨甲双数哨，有10点开始的，有11点开始的，伊就会当安尼交叉吼。为什么2点到4点上忝？因2点上哨，你是2点起床啊？毋是呢，点半人会甲你叫起来啊！吼，为什么？因为你咧困的时阵，你无可能全副武装困嘛，你一定是穿简单的即种运动衫、运动底裤咧困。所以你1点半人会甲你叫起来，你就爱全副武装。哦，钢盔、水壶、S 腰带、刺刀吼，你拢知了。佮去军械室领枪，领枪了，佮有人带你去上哨。哦，所以大概2点你就爱准时上哨。然后4点落哨。落哨了后，才有法度随困。徛过哨的拢知影，毋管是寒天还是热天吼，你徛哨了后，你绝对是安怎？规身躯寒啊！哦，你冬天就算足寒吼，你徛了嘛规身躯寒，你敢知为虾米？因为你爱穿迄足厚的军用外套，所以你其实内底拢是湿的啦。所以你4点落哨，你就爱身躯柔柔切切的，吼差不多4点半，得要5点，你就会当去小体一下。困无偌久，哒哒哒哒，部队起床，作息的无？做过兵的拢愈感觉作息的吼。所以你头下5点半，你就爱起床啊，一直到伫你中昼食饭饱，你会当小可休困者。但是真正来过休困，就爱到伫暗时10点，部队咧困的时阵，你通休。所以你大概你有徛前一天的暝哨，你等于1点半你起床了后，你爱到真正会当休困，爱到隔工的暗时10点啊，迄足忝的。所以我拄则讲，诗人因如果有即种守卫的制度，因旅行者即种的制度，暗时互人叫起来，逐个拢咧行圣殿是用要去圣殿是用行的呢，毋是像咱行起来骑脚车、骑机车、赛车，因拢爱用行的，安怎？忝咧徛哨的时阵，就想要安怎？拄久啊吼，一定会拄久的吼。毋过诗人伊只讲啥？逐个拢会当好好休困，因为人会拄久，啥物人袂拄久，知无？上帝袂拄久啦。
所以讲啥？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眠，也无困去。你接续伫第6节，诗人阁继续写着讲，有上帝的保护安怎？伊讲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袂害你。即句话咱可能拢真熟，总是毋知咱有去想过讲，诗人伊遮所要表达的是啥物款的意思？就是咱问讲，日头甲月亮是要安怎伤害咱？日头咱可能较好理解，就是讲你日头下面哦，你徛2点钟，徛几点钟，你若无补充水分，你可能安怎？掉沙哦，你会掉沙吼，阁有诶，你至嘛少你皮肤会曝伤嘛，你若保护无够诶时阵，你少年啊去垦丁爽爽诶，转来，我拢曝甲规脚趾片拢会擦呢。你日头曝了，迄是会擦哦，烘烘阁会擦安尼吼。毋过月亮咧。敢有人会当分享一下去互月亮伤害过的经验无？有吧？我看大家咧笑，敢像有诶款哦。我细汉诶时阵吼，我妈妈甲我讲哦，你诶手毋好去举月亮啊。为虾米？挂耳啊吼，月亮来你挂耳啊。我真新鲜啦！我咧有当时咧想讲吼，为虾米过去诶，咱讲先人诶智慧吼，为虾米是教导咱诶囡仔是安尼咧教导吼？当然有一摆吼，我有一个无共款诶体会啊。有当时吼，咱带囡仔要去外口食饭诶时阵吼，互囡仔出去到外口食饭，通常吼，我感觉拢袂足认真食饭。因为囡仔拢足好奇嘛，四界看安尼啊。来看着啥物物件，爸爸你看，我咧手就闭过安尼。大人咯安怎？囡仔人你讲就讲，毋好手人闭。你感觉？因为有当时你讲你甲一个人咧交谈，甲一个人咧对话时阵，手咧共比，迄是啥物款的一个状态？有可能是一个足对立的状态嘛？对无？我甲你讲话时阵，讲到一直咧甲你比安尼吼，感觉迄种对伫咱讲家教来看吼，这是较无安尼做。我讲你讲就讲吼，毋好共比安尼吼，你会当讲几点钟方向？爸爸你看一下，1点钟方向。你看那个小孩子，他都不专心吃饭。我讲你不看他，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专心吃饭？所以家己嘛无咧专心食饭啊！我对伫这种的互动里面，我咧想讲，有可能咱嘛是要教导囡仔讲，虽然这个大自然伊袂讲话，总是对伫这种大自然的尊重，嘛当去养成咱对伫人的一种的尊重啦吼。毋过如果咱拢无真正去互月亮伤害过的经验。圣经安尼甲咱讲呢，咱要安怎去理解，还是讲咱要安怎去解说？我想如果要了解即句话伊的意思，咱就必须要搁倒来到伫旅行者因所徛的位置。因的地理的位置就是，毋管伫关山还是旷野，我想即种晒日头对伫身体造成的伤害是难免。毋过当遮的所在，月亮出现、太阳消失的时阵，有可能对伫旅行者来讲，就是要迎接暗时所带来的挑战。拄则有讲过啊，暗时有可能即种野兽的攻击，也是讲有一种就是大自然气象的变化，这对伫身体上的适应嘛是真重要。就是讲透早可能足热，暗时咧足寒。好如果咱来看新约，新约讲因安怎穿衫？一领外衫，一领内衫呢？是新约的时代呢。你来讲，往2000年以前来看，因有法度安尼穿，咱讲咱要去爬山，要去地，拢穿足够的外套呢。我想应该是无迄个装备啦吼。所以对伫即种温度的适应，到伫暗时嘛是可能身体都会堪一啦吼。所以对伫诗人甲伊的同伴，虽然会拄着遮个挑战，毋过因也搁一遍告别讲，上帝要成做因的保护者，就是毋管因去到佗，上帝拢会保守看顾因。所以经文看到遮，咱来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讲上帝为虾米要保守因啊？敢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上帝为虾米要像诗人所讲的同款，看顾保守因，毋管因去到佗，拢会成做因的保护者。我想对伫这段经文，
咱至少有2点，通好真做咱共同的思考。第一点就是咱看见到，这朝圣者因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这个人要去佗？要去圣殿，要去耶路撒冷，因要去创啥？要去朝圣，因要去敬拜上帝。所以时间一到，因就准备好包花款款的，不管住伫什么所在，就往圣殿的迄个方向来朝见上帝。这是一个信仰上非常清楚的目标。第二，咱看到讲，这毋是一个单单的个体呢，这是一个啥信仰的团体。而且，因毋是对伫上帝充满信心，因也实实在在成做这个信仰团体中间彼此性命的固守者。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帮助咱来思考的是。当咱成做一个基督徒，咱行伫这条信仰的道路顶面的时阵，咱敢有把握，亲像诗人共款，讲出上主是咱的保护者。所以第一点，咱来思考的是，成做一个基督徒，咱的性命敢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换句话来问，咱工作敢有啥物款的目标？咱做学生读册。敢有啥物款的目标？甚至咱组织家庭，敢有啥物款的目标？佮进一步来问的是，咱迦南教会，敢有啥物款的目标？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伊有一句话，我想头仔甲大家分享，可能会当真做这个问题的参考。伊讲，基督徒大圣爱放杀家己，甲家己完全献予上帝。所讲、所想、所做的一切，拢掠荣耀上帝做目的。所以，上帝甲你放伫即马即间公司，放伫即马即个职务，我想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你伫即个所在爱荣光上帝。真侪时阵，学生会来问我讲，牧师，我毋知影我即马读册有啥物款的目标，尤其。有可能伫高中的时代，什么科拢爱读，毋管你有兴趣无兴趣，你拢爱读。伊会问即个问题呢，甲你挑战呢。伊讲我去7的时阵吼，我毋管买什么，毋管买10项、20项，迄愈的吼，店员随甲我讲偌济钱，我毋免数学啊。我学迄数学是要创啥？以后改生嘛拢无一定用会着呢吼。我去好事多吼，迄买有够济物件，几若千块的物件吼。迄愈一加的就拢出来啊！我甲伊讲，上帝甲你放伫即间学校，放伫即个班级，只有一个目的，互你去做，就是互你伫遐会当，互人透过你认捌你所信仰的上帝。就安怎？就是你伫迄个所在所做的，就是爱荣光上帝。所以。你所有的行为，你拢爱去想着讲，我做即个代志，我是互人荣光上帝，还是互人感觉讲，你基督徒哪会安尼？哦，伊听了后，伊就鼻仔蒙蒙的开始认真去读册。所以，如果咱伫教会内面，兄弟姊妹，咱担任啥物款的服侍，咱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咱的服侍是为着要荣光咱的上帝的时阵。相信咱就自然有迄个信心去完成上帝所托付予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间教会中间，你所被托付的使命。第二，就是咱咧思考的是，伫即条信仰的道路顶面，咱即个信仰的团体，敢有彼此扶持、彼此来起造。成做基督徒以后，咱性命的问题袂自动消失，咱犹原会拄着困难。犹原会拄着挫折，总是相信上帝会赏赐智慧，互咱知影安怎去面对咱所徛的境遇的处境。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咱会通学习这个团体中间，成做彼此的扶持，甲彼此的帮助。我想这点特别伫咱长老教会内面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咱有做的组织。委员会、小组，无共款的同工的会议内底，咱有做意见的交换。总是当这意见成做一个共识以后，
咱敢有法度学习来成做即个信仰团契中间彼此的扶持，甲彼此的帮衬。所以，当咱透过今日的经文来思考咱的信仰的时阵，咱也要来想，就是伫咱起造信仰、起造咱的教会的过程中间，咱需要清楚一个服侍的目标，就是要来荣光咱的上帝。佮当咱进一步，咱的兄弟姊妹，通好成做彼此信仰甲性命的守护者，共同来按照即个清楚的目标做伙来跑走的时阵，咱也通大胆来宣告讲，上主的确要成做咱的保护者。亲像伫经文第8节对咱所讲的，伊讲：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对伫过去到伫现在，其实台南新学院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就是为着台湾的教会，培育一代搁一代专职的服侍者，也要伫台湾这个土地来荣光上帝。总是这个成果，我也真清楚，就是因为正教会兄弟姊妹愿意来成做学院的守护者，安尼我们才有机会，互学院会当不断按照这个目标来跑走。接下来也要有一段时间，邀请咱来看一段影片，透过这个影片，帮助咱的兄弟会当对伫学院的目标，甲学院即摆的状况有较较深的认捌。大家平安，音乐是上帝非常奇妙甲美好的创造。感谢上帝，互我伫南城学习，我学到真好的教会音乐的专业，会当知影安怎甲音乐安排伫礼拜当中，互礼拜成做芳芳的做。望这个音乐礼拜会当成做信徒诚实的敬拜，这个音乐礼拜成做上帝的喜乐。伫台南新学院的学习，毋但互我的神学观更较开阔。伫学院中的生活，也感受到伫同学中间团契肢体的温暖。感谢多多为着阮带导以及陪伴甲支持我来读神学院的朋友、亲人，有你的扶持甲关心，互我伫装备的过程中，通更较有快乐。感谢大家。大家平安，我是中明教会张家长老，我会来参加这个神学系的课程，是因为几年当前神学院和中部的教会有合办神学的课程，我家己也参与伫几年学期的学习过程当中，互我对圣经信仰的内涵有更较深入的了解。欢迎大家和我做伙来参与这么样有意义的课程。大家好，我是客家人，我是永福教会院长老退任。这课程我已经参加有5、6年之久哈，但是在这过程的内底，我就反省到，我过去可能无讲介清楚介完整来了解咱的信仰。我参加这个课程了后，我发现我对信仰更较明白。更较清楚，我借这机会我来邀请嘛推荐大家一定爱来上这个课。大家平安，我是宗教社工所1年级周明莹，我很喜欢在这里的学习，老师们的教学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在神学院就是要学习如何用神的角度去助人，这当中也修复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现在我很享受在校园里的生活，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大家。大
家平安。伫台南新学院修装备第2年，无论是伫圣经的研究、神学课程以及牧会实习，拢互我有得到足侪经验甲财目，以后会当真做牧会的帮站。伫2年的中间，也真做学生会的同工，伫这个学生会内面举办大小小活动，互咱全校的师生会当做伙团契。感谢教会兄弟姊妹对咱神的奉献，感谢你为着神学教育的付出，会当互我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拢有足好的资源。主内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借着这个所在，甲咱请安甲报告。感谢过去咱对台南新人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台南新人院伫这个所在成立已经超过150年，通讲是台湾第一个宣教的所在，所以互人比喻做宣教的胎盘。咱拢知伫现代社会混乱，人的心需要改变。新人院是一个培养人有使命、培养人改变生命，而且受造就了去传福音一个真好真主耶稣交代咱的责任的所在。现在台南新人院的硬体、软体拢已经有真大的改进，包括师资嘛拢有真侪真好的加入。欢迎大家来读台南新人院，嘛会当为着台南新人院继续关心、带导、甲奉献。多谢大家。爱命令你着给掠着花，喜爱你着彼此相下。约翰福音15章16节。台南新学院，大家来到底。我想伫咱兄弟手头拢有摕着院长对咱的请安的培训以及新人院的奉献地邀请咱来搁一遍来关心、来参与伫即个神学教育的事工的顶面。当然，伫影片内底，主教嘛有讲着讲，其实咱的奉献有三个无共款的赞处啦。第一个就是献心，咱的心献互上帝；第二个是献金，就是咱所有的奉献；再来就是献身啦，就是讲咱身体去实践着、回应着上帝对咱的听。当然，我想不管是伫台湾新学院，还是台南新学院，咱有所有的推广的教育，拢有真侪真好的课程，嘛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参与伫咱遮新学院所为着咱兄弟姊妹所开办的课程，来装备咱家己，若真做主伊所要使用的好的器具，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借着阮家己无共的恩赐，伫你的教会服侍你。也服侍阮所徛起的社区，借着主你的听，为着这个世界带来医治，又互阮的性命来得到新的愿望。恳求主你坚固阮的心智，互阮通继续倚靠你来行出一条新的道路，也伫正教会中间分享见证你奇妙的作为。主，阮恳求你继续来成做阮的保护者。阮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95首。我的心是土地，圣诗195首，请起立吟全首。我的心是土地。爱情路，你的话，若是阮苦栽培，就要结实做做。你的话是情志，伫我心永不移。关爱城市，我水就要结实累累。主的道是真理，要长大伫心里。
永免的假是行大主之意。且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引导。只是时刻每日献予主，归荣光你把你顾，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主做这样，我卡也。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息。我的声音，予你听，我喜好了主无听，我献水渡来顶到。请起立，我的真我献予你，永出龙潭你旨意，我的在即你相思，甘愿行你做基故。大观音，恩典满满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安然徛起。你的慈悲疼痛悬过天，比地搁较宽。阮要用诗歌、心灵、诚实、学乐感谢无煞。你最愿永远的帮赞，永远的倚靠，伫对敌的面前白色宴谢。你所享受的恩典，互阮逐项教业，感谢主。愿主的圣灵感动，互阮掠着这上好的福分，掠着你的应允，顺服圣灵的引带，生命有更较好的更新成长，体会基督的心肠，结出温慈的果子。这时，阮要诚心奉献主所享受的金钱、时间、才能。做圣工的路用，愿主欢喜感纳。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祈求。阿门。请坐，这时请老牧师来报告。牧师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咱的大家长尤牧师跟咱的主任干事张玉主任干事，即马伫新加坡咧学习吼，咱嘛为因的学习以及会当平安回来祈祷，所以今仔日由我来报告。咱要报告进前来欢迎今仔日头一遍伫咱中间的吼，大家一定目睭看遮啦吼，嘛是老牧师吼，咱的老立林牧师。感谢伊来甲咱勉励吼，咱嘛要为台南新学院来代祷来奉献吼，咱来关心，因为新学院是来培养牧者的所在吼，咱继续拢无时停哦吼，诚侪即个因的支持来，咱要来报告就是咱来看即个咱即个时代吼要来互来招待人吼，实在是真重要的代志吼。所以咱有看见咱的长老吼，翠芬长老甲咱的
因个敬拜部吼，崇拜部中义长老有来呼召咱大家来做招待的训练啦吼。当然咧训练了后，才会当去服侍啦吼。无输伫2礼拜以前带儿童牧区会当工吼，咱差不多要40个人，阮拢无事先假。台北一间教会吼是即几年才有诶吼，即间教会叫做 The Hope 哈。即个无事无啥要讲台湾话，伊是对美国大汉的吼。互阮真感动的就是，远要到因教会门口，就闻到足香的味，就是咖啡随家己捧来，足热情的，互你感觉讲哇，即入去到即间教会，敢若我返去厝的一样哦。迄个热情，互人真感动吼。所以兄弟姊妹。咱常常讲来到迦南教会就好像回家，对无？所以咱就爱来学习即种热情，搁咱要安那来甲人交代。所以你若感觉这个真重要，所以请你一定爱来报名。你若感觉来咱教会哦，拢无互好的交代，安尼你可爱来报名，好无？哈咱来报名，来受训练、装备，然后咱就会当来交代每一位来甲咱教会的人哈。咱的即个大扫除哈，咱看到周报内面哦，第6页已经开始有一寡小组区已经开始来打扫哈真感谢咱这个是咱的家哈，所以咱就大家来拍拼。咱来看伫3月21领受小组的时阵，咱要有一个总聚的时间哈，要请严喜轩老师咱即马用到兴趣小组的材料，就是用即个老师伊的即个幸福笔记就是伊还佫足侪系列哈，所以咱即工邀请伊来甲咱分享，所以请咱甲时间拨落来哈，3月21。拜二暗时8点到9点30，实体的哦哈，伫7楼。倒球乒乓啦吼，真侪人爱乒乓吼，所以咱有社区办一个乒乓吼。伫拜五咱有秀玲吼，林秀玲技术的身心是区运的教练咯吼。拜五吼会当来，互遮个想要学的人会当来学吼。总是咱知吼，即么敢若学是无。应该是无够吼，爱练啦吼，所以咱有一个制度，就是你拜五来学，你1、2、3、4拢有人陪你打啦吼，所以咱教会的会友，咱要招一个陪练员啦吼，毋是干那陪练习尔，咱搁陪谈呐，该开讲吼，将福音互伊。咱敢知即个班吼，对社区的即个班吼，一小久尔就满，即马是被取呢。但是咱即摆陪打吼，无够人啦，所以请兄弟姊妹因为这敢若针对咱教会的会友即个条件就是你爱会晓拍会晓拍乒乓啦，所以请一定会晓拍的兄弟姊妹你会当来拍来报名咱有一个咱的技师，咱真少年的技师伊要来带即个幼儿甲亲子的即个班英文的English and Music。这我猜英文唔知要怎读啦哈。艺术就是讲玩音乐很好玩啦哈。请你若有一个邻居请邀请来伫拜二1点半甲2点半，要亲子哦哈。咱来看德中真即个坐火车要来佚佗哈，所以咱即马若要去东山拢搭车啦。但是坐火车拢免惊搭车，所以请咱若设定对象的，咱的组甲咱的区紧来报名，因为你的火车才几位尔嘛，无几位哦哈。所以若是咱家己的会友350块，有火车票嘛，有保险安尼哈。所以请咱一定爱注意这项代志，伫即个时间以内爱来报名，甲资料钱爱交钱才有算，因为位足少的哈。请咱注意这项代志。咱真敬听的即个潘美丽姊妹的先生刘宗昌弟兄以蒙主恩召伫即礼拜拜五要来进行个别下礼拜伫咱教会伫拜4伫拜
拜时吼，暗时吼有一个安慰的礼拜吼，要伫个伊的厝吼，所以兄弟姊妹若有要去，咱会当来甲区长、小组长讲，咱斗阵去甲因的厝来，诚做因的安慰哦。咱要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要来读两遍哦吼。来，请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诗篇121篇7到8节。搁一遍，请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诗篇121篇7到8节。请咱做伙来吟诗，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9首，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煞，请老日人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我主眼光变照你，应主比关待你，主相信保守你对即时到永世代。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眼光变照你，应主比关待你，主相信保守你对即时到永世代。做来领受上帝祝福，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带着主的使命甲呼召，去到各所在来荣光主咱的上帝。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相通，甲咱正兄弟姊妹三角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来倒。今仔日咱的礼拜就到这，咱互相来请安，带着主的平安甲喜乐，回去到咱的厝。